嘅一個光復村呢，因為也只個咩係有傳出在前的，因為一個口沙海葉薄板黑，是到也河壩水呢嘅水路過黑的流啊到六體溪，有兩間屋路本水大發熱，還有一個南嘅天橋嘅也變做河壩嘅，規個光復村呢如是金馬水地背。 原本一直線通到對面嘅薄坪，而家能看到滾滾嘅湖水，薄坪做數片原有一級人嘅農地全部都變做係河壩嘅，屋嘅路灣一台水地背，橋沙係嘅薄坪變黑，本一簡言嘅屋嘅同土地一樣冇係搶搶，算是相當嘅凄慘。打咗20戶嘅呢，阿嘅眼嚟夾波天天嚟攏做河壩啦，咪錯你硬係唔敢來，對會喪屍嘛，唔敢來。 橋沙海嘅水唔單止大海嘅感染，還一路撞到陸地上來，使得光復村做太水。當時水里最深嘅所在有半年暗過。今日熱最多嘅係水深嘛？到肚臍嘅。水退下嚟，居民無限都變數加鹽。村民講，橋沙海嘅薄坪能變黑嘅時節要通報政府，假使政府趕緊來搶救，都唔會造成安泰嘅災禍嘅。8月8號9點多通報要嘛？ 當晚本嚟下早就使用就冇可能嘅，嗱嘅政府唔知道做乜嘅，我都唔知嘅。講到也奇怪，太水總係一嚿人嘅農田，路拄好在土地公前面掂下來，屋嘅本水大班嘅網上人家講，可能係土地公顯靈，本期定嘅屋嘅改變係水流嘅方向，阿莫光復村嘅災情會更加嘅嚴重，亦係期定佢拄到安泰嘅變通過後，唯一出得安慰嘅所在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